想要擺脫日常嘅緊張同埋壓力，讓身心真正放鬆一下嗎？超覺靜坐係一種純粹嘅靜坐技術，與宗教無關，亦都冇任何嘅衝突。無論你有冇宗教嘅信仰，都可以輕鬆練習，毫無障礙。佢帶嚟嘅係深度嘅休息，幫你卸下咗身體裏邊積壓嘅緊張、壓抑同埋煩惱。當呢啲壓力被釋放，身體會自然得到更健康嘅狀態，你嘅腦波會變得更加協調，思維更加清晰，你嘅意識層面會提升，對世界嘅感知更加敏銳，更加真切。你會發現好似卸下咗重擔，覺得更加開心，更加輕鬆，重新感受到清晰嘅愉悅。嚟試試超覺靜坐，俾自己一次真正嘅深度嘅內在休息。請即到網頁登記參加免費嘅介紹講座，或者 WhatsApp 9690512396905123嚟到諮詢下啦。